海牛，傳說嘅美人魚，6000萬年前嘅四腳陸地動物。海牛係一種大型水生哺乳類動物，主要喺淡水或者淺海生活，食草為主。佢哋係海牛目海牛科唯一一個屬。至於魚鲼同大海牛就係海牛目魚鲼科嘅成員。海牛同魚鲼個樣好似，但尾巴唔同。海牛條尾係扁平圓圓咁，好似一塊大船槳；魚鲼條尾中間有分叉，好似鯨魚尾咁。習性：成年海牛身長大約3至4米，重差唔多600公斤，雌性通常比雄性大隻。佢哋冇背鰭，後肢退化咗，變成寬大嘅尾鰭，前肢就變成獎狀嘅腳蹼，啱晒喺水底慢慢游。佢哋肺好大，可以提供浮力，一日有大半時間都喺度瞓覺，每隔5至20分鐘就會浮上水面吸氣，其他時間多數喺水底1至2米深度食嘢。佢哋啲牙齒淨係得臼齒，仲會不斷更換，由口腔深處慢慢水平而前嚟換牙。上下顎各自都唔會超過6隻牙，上唇可以伸縮。除咗夾食物之外，仲可以用嚟社交同溝通。海牛被認為係由6000萬年前嘅哺乳四腳陸地動物演化而嚟，佢哋嘅親戚係大象同蹄兔。研究發現，海牛有長期記憶力，識得學啲複雜任務。佢哋對視覺同聲音嘅識別能力可以同海豚媲美，仲識發出唔同聲音嚟溝通。瀕臨滅絕。而家3種海牛都瀕臨滅絕。滅絕嘅原因並唔係因為被獵食者捕獵，真正威脅海牛生存嘅係佢哋棲息地方嘅人類活動。海牛游得慢，好有好奇心，成日會撞到海岸居民或者遊客嘅艇，俾螺旋槳整傷甚至死亡。由於海牛聽覺系統嘅特性，佢哋識別到嘅聲音頻率比一般船隻發出嘅頻率高，所以聽唔清楚船隻嘅摩打聲，唔識得即時避開。有啲海牛俾人發現時，身上有多達50條螺旋槳整出嚟嘅傷痕，呢啲傷口有可能會感染，最後導致死亡。發電廠附近嘅水域成日因為排出高溫冷卻水而令水溫升高，而海牛會游去啲暖水區避寒，所以發電廠附近成日見到好多海牛流連，有時仲多到幾百隻。海牛慢慢開始依賴呢啲人做暖水區，冬天唔再搬去熱帶海洋。近年美國有好多發電廠關閉，美國嘅有關組織而家就試緊點樣幫海牛維持海水溫度。美人魚。海牛目個英文名稱係嚟自古代傳說入面嗰啲美人魚形狀嘅神秘生物，佢哋會用歌聲引誘水手走向死亡。西方傳說同童話入面嘅人魚通常係上半身係人，多數係女性，下半身係魚。有人話以前啲人可能睇錯咗，將而家喺海洋生活嘅魚鲼同海牛當成怪物，所以先會流傳開去，但呢個講法其實冇乜事實根據。